骨的呢。这届要行这台湾文化的路线，我咧想讲应该是袂介困难吧？无介简单呢。到啊，咱到这里就是啊嘛。是的，咱的白云仙国终于到了。要洗一个身躯，哦，伤饿啊！啊，这届吼，人也招讲要来耍一个甲台湾文化有关的一个游戏，我感觉真趣味呢，会当一边耍，啊，佫会当一边熟悉无共款的文化。啊，你是阮的公主啊！后壁看到你的脚有介意呢。安尼差要60岁，佮有法度做伙唱歌啊，做伙跳舞，啊，真正感觉就感动的，因着一直学习，啊嘛把这个文化给传落去。台湾的文化嘛，真正是足古锥、足可爱呢。所以真感谢汤姆森记录着咱台湾这片土地的水。